奖。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2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2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9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9节，就是解说甲真乐、真我、真情。即嘛应该呢，对下面来解说。下面就是念经语言背语，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思想，以错解佛之玄妙，最后微言，畅览千遍，有何所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对于行腔的开示啊。在前面，慧能大师就讲，因为凡夫外道小乘，就执着颠倒，所以呢，佛啊，就在涅槃会上来讲这个了义的道理。这个了义的道理就是真相、真乐、真我、真情。这是在咱前面已经讲过去。即嘛，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讲这个道理了后呢，伊个进一步对伊讲啦，讲念经呢，语言背语，就是讲你现之时啊，是依照迄个外表的语言，来去违背内里内中的实在道理啦，所以咪叫做讲做语言背语。在起信论或者是其他的经典啦，拢伫咧讲，咱众生本具的佛性真理呢，是离文字上、离言说上、离心言上。所以，我做讲做离文字上者，就是讲真理啊，毋是文字。比如讲，咱为着要来表达文字。要来表达真理就用这个文字来去甲表达。比如讲真如啦、佛性啦、一真法界啦、如来藏啦、主人翁等等，这是文字。那这个文字，从这个文字的所在，咱会当去体会真理。但呢，真理的本身呢，却毋是这个文字。真理的本身呢，是离这个文字的物件，所以呢，这名叫做讲做离文字上。离这个言说上。就是讲真理的本身呢，毋是你所讲的迄句话。比如讲，咱伫咧讲做佛性啦，或者是如来藏啦，或者是真如啦，等等啦。那么，这个语言的本身呢，从这个所在可以来去体会真理，但是这个语言的本身呢，毋是真理。所以咱呢，只执着在外表迄个语言不对。那个进一步就是讲离心言上，心言就是讲心的判言、心的分别。咱对这个真理因为有语言啦、文字啦，所以心肝就去甲伊想。但是咱心肝去甲伊想呢，心肝去甲伊想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的分别心。所以即款的这个分别心呢，以这个分别心来去甲伊想这应该这是一种的错误。所以呢，就应该呢离开这个心言上。所以，假如咱若是无了解这个意思，无了解真理的本身，是离开了文字、语言、心言，安尼呢，你咧执着，就是不对。那伫遮呢，六祖慧能大师伫咧甲伊指责就是语言背语。那这个语言背语就是讲，你只有执着在外表的语言文字上，你无确确实实去了解其中的道理。因为在前面这位行腔来问咱慧能大师，讲对这个常无常的道理无了解，希望会当好来对我说明。迄当时阵，慧能大师讲无常就是佛性。有常就是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
那即个形象甲伊讲，你讲毋对啦，你安尼大大违背了经的道理啦。因为你所讲的呢，甲经的道理啊，完全是不同因为在即个经典内底所讲，佛性是常你却讲做无常，善恶诸法这是无常，你却讲是常，你这不对啦。所以在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才讲，你这是一种的依言背语，讲伊断灭无常及确定实相，伊错解佛之圆妙。讲你呢是依这个断灭无常，那所以名叫做讲做这个断灭无常呢，就是讲将这个断灭的将这个无常的来甲执着。那这个断灭无常就是执着在无常的这一边将这个世间一切法，甲伊当作讲完全就是无常，完全就是断灭。你呢根本都无了解在迄个无常中有迄个常的意义伫遐所以才讲做你呢是执着这个断灭无常，以及来确定这个思想。为什么叫做讲确定思想呢？就是讲只有执着在常住这一边。那么只有执着在常住这一边呢，就无了解常住中有这个无常的意义。那么这呢，就是所讲的断灭无常，以及甲确定思想。那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就是讲你这个形象以这个断灭的，甲伊当作讲是无常，也将这个确定死板的，甲伊当作讲这就是常。根本呢，你就无了解，在这个常的所在，也可以甲伊讲无常；在无常的所在，也可以甲伊讲就是常。而且这个自性本来也毋是常，也毋是无常。自性应该呢是超然于常，或者是无常之上对这个道理你形象呢根本不了解。就因此呢，来错解佛的圆妙。这个错解就是一种的错误的见解，就是讲对佛的圆妙的道理来生起一种的错误的见解。这个圆妙者就是三体圆融不可思议名叫做圆妙。这个三体是啥物？就是空假中，空就是讲，咱世间一切诸法，就是幻化不实，所以名叫做讲空。但呢，虽然是幻化不实呢，却有一个幻化不实的假有相所以叫做幻有来，才是讲假有。因为咱世间一切物件，用伊体讲起来是空，用伊相讲起来，这是有一个幻化有。所以这个物件呢，你来讲空也毋对，该讲有也毋对，所以变成就是非空非有即中道。但是佫进一步讲起来，你该讲空也对，该讲有也对，变成即空即有即中道。这就是所讲的三体圆融的意思。那这个三体圆融不可思议，这名叫做圆妙。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道理就是属于三体圆融的意义。那这三体圆融的意义，我拄则来解说，我想应该呢，佫再进一步来说明较清楚。这个空假中的三体在天台宗呢是非常的重视，就是讲天台宗对咱宇宙间一切的事物，拢是以空假中三体来去解说，来去看。就是讲世间一切事物绝对呢无离开着空假中的三体，而且呢是一种圆融的物件。咱现在是呢，就以一个机器来讲就好。咱现在是机器用品真正济啦。咱呢就假定来讲一台收音机。因为咱大家要来听这个节目，必须要有收音机嘛。这台收音机呢，若是一般咱无甲伊真深来去甲伊思考、甲伊研究，咱当然当作讲这台收音机这是实在有的物件。因为明明都有一台收音机踩伫我面头前，
我伫咧听啊，我即台收音机当摸来摸去啊，所以即台收音机应该就是有诶物件。所以咱一般社会人真容易咧，对即台收音机甲执着这实在有诶，叫做实有之执啦。但用即台收音机来讲起来，也会使你来去了解世间事物的框架中三体意义。因为即台收音机是真正这个零件所甲伊组成的，所以即台收音机呢，无法度找一个实质，无法度找一个实体。啥物叫做讲实体呢？即个实体就是讲一项物件，伊本身单独啊，毋免别项甲伊斗帮忙，伊就会当变成啊一个固体独立的物件出来，这才叫做实质。但是收音机是毋是安尼呢？收音机毋是，因为这收音机内底零件真正侪，收音机呢无可能讲只有一项物件就变成一个收音机，所以呢无一个实质的本体。要无这个实质的本体讲起来，这台收音机是空啦。要无迄个本体讲起来，就是叫做讲空。但你这台收音机来甲讲空，毋过明明到这台收音机伫咧面头前，伫咧发出声音，也会当互你听见啊，那会叫做讲空呢？实在有一个收音机存在。那有这台收音机的存在，这是一种的假有的存在，就是讲这是一种的假造幻化，只是真正这零件来甲组合的物件。所以名叫做假有相，体是真空啊，相是假有啊。所以咱伫咧讲这个空，以佛教讲起来，这个空呢，你毋通甲当作讲这是空空洞洞一无所有的空。咱佛教所讲的空者，就是讲虽然有外表的相伫咧，但是呢无这个实在本质，要安尼讲起来叫做空。那么这台收音机呢，因为啊，伊这个体是空的，所以你甲伊讲有不对收音机是非有啦。但是呢，你这台收音机呢有这个假有相伫啊，你甲伊讲空也不对，所以非空。在这个非空非有这个所在呢，就显示了啊中道那就是变成空假中咯。那这就是讲将这个两边啊，拢甲伊划定迄个所在啊，那么提出一个中道来，就是讲这台收音机。也毋是空，也毋是有，乃是在这个空有之中，也叫做讲做中道。毋过你进一步甲讲起来，因为这台收音机呢，伊有一个幻有相，所以你甲讲空，你甲讲有也可以。但是我个体甲讲起来，这是空，所以你甲讲空也可以。所以这台收音机呢，佫进一步讲起来，变成包括空，包括有，将这个空甲有甲综合起来，一个中道。名叫做讲做即空即有即中道，这个非空非有即中道呢，这名叫做讲做单中啦，就是讲将这个空甲有来甲伊拨一边，所显示出来中道，名叫做讲做单中。也这个即空即有即中道，名叫做讲做圆中，就是讲包含了空甲有，将这个空甲有甲伊包含起来中道呢，这名叫做讲做圆中。所讲的三体圆用，就是这个意思。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对宇宙万有的看法呢，就是安尼看法。所以天台宗以咱世尊的框架中三体意义来甲发挥，也入了天台的真正精微的教义。那约咱世尊所讲的框架中三体意义啊，咱世间无论倒一项物件，都是属于框架中三体圆用。所以你甲伊讲叫做常啦，甲伊讲无常啦，甲伊讲空啦，甲伊讲有啦，这个完全是一种错误。所以伫这个所在，着做慧能大师才讲啊，讲你啊，现主时呢是依言背义啊。所以呢，就以这个断灭无常甲确定的思想，来去错解了佛所解说的三体圆用不可思议的道理。错解了最后的微言，所以叫做讲做微言，就是讲微妙的语言啦。那这个微妙的语言，也就是真正深、真正奥妙的道理。为什么叫做讲最后呢？这个最后啊，就是咱世尊啊，讲这部《梵经》啊，伊是最后所讲的。咱世尊说法49年。
这个涅槃经是最后所讲的，所以名叫做最后。耶所讲的道理真正微妙，所以叫做微言。总讲六祖慧能大师对行昌伊的指责，就是讲你因为敢执着在外表的语言文字，所以就违背了真正的道理，也就将这个断灭无常甲确定思想来去错误解说了佛所开示的三体圆融的道理，来误解了世尊所讲的涅槃经不可思议的意义，这是这意思。一边讲唱览千遍有何所益？讲假如你若是安尼唱书你看了几千遍，这个览呢就是看的意思啦。就是讲你这个涅槃经，互你安尼一直看几千遍，有何所益？有啥物款的利益呢？唱书互你看几千遍来讲根本呢也是无利益。为啥无利益？因为看来看去，你都袂当了解涅槃经内底所讲的实实在在道理是啥。那么既然对这个实实在在道理是啥，你袂当了解，安尼看有啥物路用？看了根本就无路用。所以叫做唱览千遍有何所益？一边行昌忽然大悟，讲在迄个时阵这个行昌呢就忽然间大悟啦。这个大悟就是讲大呢有所了悟，就是讲对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道理呢，伊确实有真正深刻的体会。所以下边就讲这个记啦，讲这个记就是讲因守无上心，佛说有上性，不知方便者有存伫实力。我今不是讲佛性而现前，非思相受意，我亦无所得。这会使来讲，就是这位行昌所了悟的心境的表白，也就等于六祖慧能大师在前面所做的迄首记有同款的意思伫遐。因守无上心，就是讲因为守这个无上心。换一句话呢，就是讲因为你执着有一个无常，在你心肝底你执着一个无常，佛说有上性，所以佛呢才讲这个有常之性。这意思就是讲凡夫或者是异性人，若是执着来甲伊当作讲就是无常。也咱世尊呢，为着要来破伊执着，所以就讲这个有常。凡夫异性人若是执着有常，佛呢为着要破伊执着，又搁再讲这个无常。这个凡夫异性若是执着，若是以为讲善根呢，一则常，二则无常。也咱世尊呢，为着要来破伊执着，就搁再讲这个非常非无常的道理。本来就是分这三层，在这个所在，这个行昌只是讲因守无上心，佛说有上性。就是讲凡夫啦，或者是讲异性人啦，执着在这个无常的所在。你执着在无常的所在，这嘛是一种执着。佛为着要打破伊这个无常的执着呢，就讲这个常住之性，讲这个常住佛性，所以才讲做因守无上心佛说有上性。一边讲不知方便者有存伫实力，不知方便者，就是讲你若是袂当好了解方便，这个方便就是佛教化众生的方法，就是讲你若是袂当好了解佛教化众生这款真正巧妙的方法摕一个譬如讲像啥呢？敢若像在这个春地来去摄力，这个摄就是讲扣的意思，这个力就是讲摄粒石头这意思是安怎讲呢？
就是讲咱世尊来讲常，或者是讲无常，主要拢是要破凡夫，或者是异性力的执着。就敢若像讲医生啊，要医迄个患者的病共款，这拢是一种劝说。因为是一种劝说啦，所以名叫做讲做方便。咱世尊有当时讲常，有当时讲无常。无论是讲常也好，无论是讲无常也好，拢就是为着要教化众生。这是教化众生方法语义。要实在讲起来，也真理啊，也毋是凡夫异生人所执着的常，或者是无常。就是讲真理呢，是超越了常，或者是无常。所以咱讲到这个所在呢，爱甲咱各位插一句，就是讲在《金刚经》所讲的呢，极力啊，伫咧开示空的意义。事实上，《金刚经》应该呢，嘛是空教中三体啦。但是呢，咱外表来看起来，这个文字啊，好像一直拢是在讲这个空。那为什么咱世尊一直讲这个空呢？这就因为要破咱一般众生的有的执着，尤其是咱来了解，就是讲咱世尊在将近50年讲经说法中间啦，敢若讲八节经拢总讲了22年，就是讲敢若这个空呢，一群讲了22年。为什么要讲遐久的时间呢？这正正表示讲咱一般众生对有的执着啊非常厉害。咱世间的众生执着世间的事物，无论倒一项，该当作讲这是实在有的物件，真不容易啊！把这个执着给打破，因为是真不容易把这个执着打破，所以咱世尊呢费了22年功夫。咱伫咧学佛修行，讲起来讲实在真容易，事实上要做起来真不简单。一个小小的生活习惯，或者是讲一个小小的迄个毛病，要改啊！就真不容易改，所以为什么在咱佛经内底就是讲三大阿僧祇劫的修福费，搁再经过100劫来种这个上好因，就是讲3期8劫啊，才会当来成就佛道啊。当然，咱若是讲无了解佛法的人讲，要成佛，为什么他得遐久啊？遐久的原因就是咱众生的执着心太重了。咱众生的执着心，若是讲听到世尊甲咱开示，或者是讲得到善知识的开示啦，随时会当好来360度的转变，随时甲伊改过来。当然呢，你毋免经过3期8劫，凡说一工呢，你就会当来成佛啦。那就是因为咱众生执着心太重的关系。所以咱世尊的结果啊，就讲这个八这空，甲咱八这空一群讲了22年，很久。咱世尊在《密陀经》内底所讲是属于有的。《密陀经》呢，讲有这时空叫世界，或者种种的庄严。咱念佛的人会当往生去时空叫世界，当然就是讲有咯。讲这个有是要创啥？就是要破咱众生的执着空。因为你将这个有给破掉了呢，可能咱会执着在空迄个所在。那执着在空迄个所在，也是一种的执着。所以咱世尊呢来讲这个。密陀经的有，当然这个有呢，不是咱世间之有啦。这是超越了世间的微妙一种妙有。来讲这个妙有，就是为着要破除咱众生啊对空的执着心。所以咱来了解这个道理啦，就会当好了解啊佛所讲的这个方便。那假如讲你无了解佛的方便，就像啥物呢？像讲。在迄个池仔内底啊，去捡迄个石头共款。在池仔内底捡石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本来这个常或者是无常，这呢只是为着对治咱众生的执着所讲。咱众生执着有，执着常，所以佛就讲空，讲无常。那咱众生的执着在无常，执着在空。所以咱佛呢就讲有一个相助性，有一个妙有法。那这呢不过就是要对治咱众生执着意义。咱无了解的人呢，
可能啊，就以为讲，这个常或者是无常啊，已经就是佛所讲的究竟义啦，已经就是这个无常的真理啦。哦，执着在迄个所在。那执着在迄所在呢，就袂是讲在春天的时阵，到个水池内底啊，将咧石头啊捡起来，讲哇，这就是黄金啦，这就是玉啊，这就是宝贝，哦，甲伊共款。那这意思，这是这位行昌悟了伊所讲的，就是讲佛本来啊，因为咱众生执着在这个无常，所以佛来讲这个常来去甲对治。啊，咱众生呢无了解这款的方便法，听到讲在这个无常性以外有一个上座佛性，哇，就对这个上座佛性该执着啊，唔该放掉。也哪呢？就等于在春天的时阵，到迄个真正清起水的水池内底啊，去捡个石头啊。那为什么伫遮佫都讲做春池呢？就是讲春天的水啊是静静啊，水池内底迄个石头啊清清，互你看现现。本来就毋是啥物款的金银财宝之类，你将咧石头甲当作讲金银财宝甲捡起来。你遮所讲就是这个意思。注意看些听着，咱今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着这段经，即嘛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注意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